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啦。唔免紧张，这吼就是神殿。你刚才行来，这要做什么代志啊？摕宝藏。摕宝藏。啊，恁有伫咧电视看过这个神殿？有。啊，恁知影内面大啥无？九梦想。石门神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我即摆咯吼，请我好朋友甲大家来拍招呼一下。石门神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，爱出的智慧之神。嘿咻嘿咻，摕冠军，小朋友恁好。好。哎呦，对了，小朋友，敢要跟我做伙参加爬龙船比赛？好。哎呦，啊，讲到爬龙船，恁会受到什么责任？高丽姐，你敢知影？这智慧之神吼，甲我讲哦，爱准备包肉粽的物件。小朋友，你甲我斗相共，这个白肉粽哦，需要准备什么物件？土米，土豆，阿嬷，阿嬷，肉粽油啊。我当作你要讲阿嬷的朋友。小朋友，恁通到一个答案，互我非常的懵雾。为什么爱准备阿嬷？因为无阿嬷无肉粽。哦，无阿嬷，就无阿嬷会当包肉粽，你就无法度食着肉粽啊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，咱也非常感谢咱的万能的阿嬷。大家对这个包肉粽哦，拢非常的了解。那呢，今麦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有气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台中公路乌心町队错。欢迎光临。来给恁介绍一下。啊那介绍啥？哎，汉神啦！巴肚敢会枵？哎哎呦，我屁者。哦，足芳的哦，迄粽叶的味足芳的哦。哦，真正哪片哪枵，看到肉粽会想到啥物节日？高丽姐，哎呦，足精济哦！头先嘛有讲到爬龙船嘛哦。哎，那五二节通常你伫咧五二节时阵拢会做啥代志？徛能，哎呦，骑卵，啊，搁有无？白龙你嘛捌爬过？无啦，去看啊，有去看过。哎，安尼哎，因敢若对节日拢真了解哦。毋管啥物节日，你应该拢有经过，啊，嘛知影讲，哎，拄着啥物节日爱做啥代志。今仔日就可能甲节日有关系，有信心无？哇！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台湾人哦，第五二节一定会白肉粽。啊，恁平常时有爱食肉粽？爱爱食内底包啥物物件的肉粽？肉、香菇，香菇、菜脯，搁有无？烟肠，烟肠，哎呦，内底有白烟肠哦。你倒位食的？阿嬷摆，阿嬷白的哦。对啊。哦，啊，恁兜的肉粽有较无共款？土豆控吧，哦你的普通2仁，安尼尔。哦啊，是恁差不多兜是包？阮兜啥？干贝、海胆糕、鲍鱼、高康，哎，真正的啦！我无甲恁骗啦，我住东北角海边啊，拢包这的物件。啊，中虾。是差一点仔包两下尔，无包两下，嘿，差一点嘛。好野人。人工吼5二节来阮兜行行，好有无共款的肉粽通食，所以今仔日就要考恁甲节日有关系的物件。加油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开始。开始啊，看头前的。
哎呦，准！元宵，真后，好来，继续甲神落。梨，好，你猜，对一半，快紧，无算。白凉船，嘿，对，白龙船。五二节，哦，赞哦，5、2、4，中秋，水，中秋，烘肉，哎，啊，无接到，来，哇，好水哦！好，中阳节，中阳节对，哎呦，什么？要紧，唔知，下面甲家己教。哎呦，拜年，真好，拜年，年到啊，就爱拜年咯。新节，新节，唔对，新真正。初年，唔是。哎，好来吧，下面甲家己教。油啊，无唔对。哎呀，哎呦，准哦。二九暝，你高明啊，就标准了。就是咱的除夕夜。节，冬节，对，冬节，放弃，放弃，好，小首歌，惊浪费恁的时间啊！来，加油！谢平安，谢平安无唔对，哎呦，无对，哎，中元，中原无唔对，车卵，徛两对，真后徛，大家拢爱徛，5、2、节拢爱徛，回望，回目，真后哦。秋歌，唱歌对，唱歌就是唱歌秋月，对。加油，还有淡薄时间过关，厉害。过关，头先险啊又出来，味猜，理财，无唔对，迄拼音小可念无较准就知影。所以这个拼音安怎念？清明，清明对，清明。啊，还有新啥？新家，新正，新家，就是咱过年的时阵，新正年头迄个新正。哦，新疆啊，新正，咱做伙练一解。新正好，啊，还有啥物年？我要甲你过时，我先过时咯。够时，西年就会当讲，因为咱要告别旧的迄年，所以咱该过时。旧的迄年再见咯，西年，了解无？了解，念一解。西年，真后，啊，还有过年一定爱安怎？放炮啊，对，放炮啊，好，爱去甲记起来。安尼拢总摕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小希，真好，马上来进行第2关，加油咯！天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练啊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好，大家敢知影？是安那咱中秋会食油啊，食月饼，还佫会烘肉，是安那爱烘肉？恁敢知？phong河你敢知？唔知，还是敏贤？唔知，唔知哦。其实我嘛无啥清楚，啊，毋过我刚刚知影讲，就是依照一个广告听讲，伊就是一直洗脑，哦，就是洗脑迄个烘肉酱哦，就是一定爱伫咧中秋的时阵烘，啊，烘肉的时阵一定要用伊的酱，就安尼，咱就一直互伊洗脑，洗到讲，咱中秋节哦，原来是爱烘肉，无烘肉敢若就无气氛啊，就是安尼来的。迄广告太厉害，所以咱即摆嘛爱拍一个广告，哦，非常了不起，安怎，大家就看，看爱看非常了不起啊？为什么？嘛唔知。学台语，啊，学台语，学台语，啊，啥学台语啊？像看非常了不起，唔知。啊，就唔，啊，就是学台语欢喜，对对对，哦，啊，恁学台语欢喜哦，欢喜，欢喜哦。啊，即摆我唔知影恁笑会出来无，因为这哦，这足忝的哦，爱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加油哦！准备，来，好，恁家开始 Q 咧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爱 Q 较紧的哦加油！你安尼伤细腻啊，爱 Q 较紧的。速度较紧，速度较紧，较大啦咧。
你有一只 Q 咧，啊，放去涂骹落啊，较紧嘞，较紧嘞。啊，这大肠啊无开来。伊是好来来来用写的，伊是用写的，红红的，红红的。哦，红红的用写的。搭伫大门口。哦，水来，后一个 Q 的，林杰，速度吹出来。参照你有当时巴肚出店要去便所要开门的时阵，迄种速度。伊嘛是用伫过年，啊，哎，敢是过年？甲过年有关系哦。用伫端午节。头先咱的啥物节？咱拢讲啥物节？我是端午节啊。伊是还佫有无？我伫身躯，挂伫身躯。好，来说，好，有哦。林杰较紧的啦。伊是红红的，红红的花。花袂用的讲啊，花袂用的讲伊是啊。日本，伊是男朋友会送互伊是，好来，老师弟。我林杰，对，这个速度搁起来。好，来，第一个。哦，来，过来，林杰加油哦！好，瞧我讲。伊是一个生命，一个伊的本名叫做林默娘。哎，紧嘞，Q 较紧嘞，刷紧嘞，过来，瞧我讲。伊是食的物件，伊是啥物事？伊是啥物事？过年爱食的，伊是啥物事？白咖啡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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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小姐都是搁咖啡色。形容者。伊是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，咱说 QQ 真好食。 QQ 真好食，QQ 真好食。好，到底5个题目拢有因的答案，对啊毋对咧？现来个。哦，明显你的头鬃哪看起来淡淡，就忝的。足忝的，有流着汗哦。有。有哦。啊，蔡依你是安怎摇出来？因为伊讲是有字，有字。哦，其他可能就较无字啊。对啊，主要字是这嘛。对啊，搭伫门骹口。哦，啊这安怎念？牛胖牛胖啥敢知？香伊是包一个对，香包。来，哦，头先你安怎问的，我敢问了介好。伊是男朋友会送互伊的，对，一个物件，会对。对，因为袂使讲花嘛。哦，啊，恁头先有安怎讲着？伊是红色的。红色，花。红的花。哦，啊，咱来看这个红的，讲啊差不多啊啦。这安怎念敢知？真有花。哇，厉害呢！哦，头先安怎讲？安怎摇出来？伊是伊是林默娘，伊的名叫做林默娘。你直接甲伊安尼，直接称呼伊的名出来。林默娘的台语安怎念敢知？林默娘。好，发过，恁感觉安怎讲可能会摇得较紧？伊会捧起来。爱捧起来，莫讲发起来嘛，伊会捧起来。我内底。哦，你安尼厉害，放我内底，发过，安尼拢会晓啊，拍破一个。真好，哦，拢总着着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哟，厉害哦！即摆2个金箍箍拢有恁摕到啊，第3关哦，有信心无？哦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个，哎呦，接过哦，车要出来啊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若讲到做节，元宵节咯，是咱台湾人真重视的一个节日啦。咱会食元宵，会放天灯，啊个呐，野古仔灯。哦，嘿，尤其是吼，咱即摆有一个用手写的古仔灯，已经特别失传啦，毋知恁敢有看过？不要紧，咱做伙来看。现来个，哇，遮尔侪歌丁呢！歌丁纸面的字哦，看起来真功夫，真水，袂输吼，敢若印起嚟的同款呢。哈，这一字一字拢是用手写出来的哦。坦白甲你讲，我毋捌学过书法，所以讲吼，对我来讲是淡薄仔有困难啦。我是用我家己的感觉来写的，所以一开始无抓到这个感觉是，这灯笼圆的写起来，拢是安尼，头大到尾也当啊揪伊，哪想哪改，讲啊，这是要安怎想办法？
互伊这个圆的顶，写起来，互你看起来字是正的，安尼才有法度交会出去。头家娘哦，坚持用手写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哦。讲到古仔丁，就会想到元宵。恁敢知影元宵野古仔丁有啥物传说嘞？元宵夜古仔丁有传说，你有听过无？无，无哦。啊，到底有啥物传说嘞？好，白写写笑眯眯，看阮的节目学台语。元宵节就是野古仔丁啊，野丁哦，甲这个甜丁是共音，因为哦，古早的皇帝哦，伫咧正月15日拢会哦出巡，所以哦，才会家家户户的百姓看到皇帝出巡野丁，就代表哦，野丁就会甜丁，所以这国家才会兴旺。安尼你知影无？野丁就会甜丁，国家才会兴旺。这是白色的讲法，咱听看觅红记记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红记记，学台语非常了不起哦。我甲恁讲哦，伫咧古早学的时阵呢，这个开学日吼，就是元宵日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学生吼，就会摕这古仔丁呢去学堂找老师来叫老师替伊来点灯，嘛代表这个公民的坚定哦，安尼知无？哦，摕去学堂请老师替我点灯，啊，我就有公民的坚定。哦，公民灯诶，哦，迄真正古早的传说嘞。啊，恁感觉是啥物人讲的较有道你理？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我感觉拢有道理。拢有道理。明显你咧，红记，红记记是安怎是红记记啊？因为伊讲的，伊讲，你家讲的。因为伊讲的，是安那你感觉是红记记啊？因为我相信我的感觉。你相信你的感觉？安尼你的感觉一定是唔对的。哎呀，好，安尼咱先来投票，想要选红记记的，请举手。哦，4票。好，所以你决定要选的是红记记，红记记。干嘛呢？好，所以你决定要选的是红记记，干嘛呢？啊对啊！足好用的。哎呀，对啦，无唔对啦，就是开学灯啊。你就是学生啊，伊就野古仔灯，啊去学嘛，啊转来时阵就爱挂在门口口，就提醒家己讲啊，年要过啊，我爱好好读册，开始打拼，安尼知影意思无？知影？哦，厉害哦，足好用的哦。安尼即马听较知影讲是真正即个意思。袂紧，咱第二题听看卖啊者，很来个。逐年若元宵要到，头家娘哦都无因试试，连查某囝嘛来斗骹手写字，实在哦是无简单呢。有一年，阮这个店的外口算讲人迄个纵火嘛，阮就受到影响啊，尾也怎啊开始整理内底，结果这中间我伤忝吼，翘倒仔先无代志去，即阵无小心去发生车祸，后来我想讲，阮查囝可能会当甲我斗写，吼，啊我就甲伊拜托，伊嘛是足爽快，就甲我答应啊，怎啊开始就爱写这灯笼，啊写就写到即马呢。传统的技艺哦，肯互少年人来做，就是无共款。讲到灯，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“一日走啪啪，一暝点灯拿”。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一日走啪啪，一暝点灯拿。拿好，这是毋是拿，毋是拿，毋是拿，真难的哦。真难呢。哎呦，这真正毋捌听过，这绝对恁爱好好解说一下，互阮知影好无？好，注意听。来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问我着对啊，这个意思哦，就是吼，你写的时阵哦，足够模糊的，无利用时间，啊暗时的时阵哦，故不离中，才来点灯火哦做工课，意思就是吼浪费时间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咱听看红记记。唔对唔对，我甲恁讲，即句吼是讲这个人吼，对透早一直无闲无闲，甲暗时吼搁爱点灯咧加班，所以吼咧讲这个人吼做工课非常的骨力，非常的用功。哦，红
是安尼嘛是非常用功，也是浪费时间。林姐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安记红记记。无啦，是白夏夏啦。哎呦，蔡依是白谢谢来，哦。先来投票者，你想要选白雪雪请牙手，就是浪费时间。红记记的哦，拢白雪雪。南咪姐，南咪后壁头先这两个头先是选红的，对你头先选红的，你好好解释啥请要牙手？是讲红的。红号啥啦？因为听伊讲。啊，林杰的。听伊讲，你讲，你讲。好，你好讲者。我拢咧浪费时间。你拢在浪费时间啊！咧拍电动。哦，你讲你浪费时间拍电动，啊，要甲考试的时阵啊，搁爱拼命讲咧看册，就是即句话。好，原来你是用家己的亲身的经验，放伫即句话内面，安尼嘛有可能是对啦，所以你决定要选的是白夏夏。好，干嘛呢？嘿啊。无对，咱人吼，就是要经过一寡代志，才会成长。再体会。体会，伊就体会到即句的意思。啊，咱头先讲到迄个丁蜡，蜡就是咱的猪的油啦，猪油。啊，以早点丁蜡，就是用猪的油咧去做的油丁。哦。安尼知影无？好，安尼即摆来看卖，恁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！这小朋友太厉害，台中来的小朋友3个金箍箍，敢摕到宝藏嘞，现来个！1、2、3届的机会，想要选倒一个动物嘞？哪里？所以确定第一个金箍箍要用的哪里？好，安尼手先放起，轻啊。轻轻啊哦！我讲请起落时阵再起落哦。第一个金箍箍互哪里？敢会对咧？请起落！哇！第一个就对啊！颁奖！哇！对到这机器人的用机械咧。对啊。哇，这机械手套是不是？对啊，伊这就厉害哦，伊这免食电呢。免食电的嘛免用莫打，嘛要用莫打。免特烈双手。水的压力。哦，水插起你，啊，你水的压力会互伊动安尼啊？对，叮当啊。我头前彩伊一看到奖品的时阵，我你规个叫出来，真欢喜哦！对啊。哇，太厉害啊！恁真正第一个就选哪里就对啊咧，哪有这种代志？你是毋是有啥物感应着？哪遐厉害？无，因为以前阮看因节目恁的节目，拢无人选哪里。所以你研究过超过30集就对啊。啊，这个无哪里无，原来哪里会对？用算的用算的。太厉害啊，这个小朋友！所以台中的小朋友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